乡亲啊，今仔日佫变天咯，东北季风增强，水汽增加，阴暗光愈暗，雨会落愈大。若即波冷空气是明仔载到后日的透早上冷，中部以北甲东北部的低温会降到14度。若即个中南部日夜温差大，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来到3月末。乌阴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、东北部拢无看到日头。对今仔开始会落雨，气温嘛下降。东北季风从今天开始一直影响到周五的清晨，气温最低的时候会出现在明天到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。预计在北部、东北部的低温大概在14、15度左右，其他地区的低温也介于16到18度之间。在沿海空旷地区的低温有可能还会再低1到2度左右。水汽增加，愈暗落雨愈明显，尤其是中部以北、东半部落雨几率较悬。嘛，因为水汽多，体感的温度更较低，高山也有机会落雪。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的话，温度大概介于0度到2度之间是有一些下雪的机会。那整个时间点会落在今天晚上开始到周五清晨这段时间都有机会。预计这礼拜5日是开始，东北季风就会减弱，中南部周末高温过来到30度以上。进入3月也就是春天，天气黏咪寒、黏咪热，一定要小心，唔通去感冒。